經過原關委咗手邊是廚房，廚房方正寬敞長方形，全屋裝修過，廚櫃亦更換了，做飯也有看到海景，上下層櫃儲物極多，大冰箱、焗爐、微波爐、4頭煮食爐、抽走煙機亦齊全。廚房內有工人房帶有套廁，原關委有入場鞋櫃儲物櫃。現在參觀的擎天半島是4房間隔，實用面積1367尺，127平米。主人房在大廳左面，浴室簡潔乾淨，設計時尚。房間一面長長落地大衣櫃，單位臨海而且景觀陰，遠望港島中西區一望無際。客飯廳都有簡單家居及儲物櫃。擎天半島1、2座樓高達3米多，客飯廳完全沒有壓抑感。方正落盡顯氣派，單位雖然不是全新裝修，但整體廚廁保養得不錯，全屋裝修典雅大方。這個單位放租也放賣，有興趣的私信我了解啊。其他3個房間貼心裝修，2個房間配有睡床、衣櫃、書。業主將另一間套房的套廁拆除，改為儲物間及存放洗衣乾衣機，另一個房間改為書房衣帽間。歡迎預約參觀或查詢，請點讚、收藏、關注或留言。